一支穿雲箭，千軍萬馬來相見。時事觀察集結號現場直播。各位朋友大家好，早晨。咁呢一次呢，就係時事觀察集結號啦，喺2026年呢第一次同大家見面嘅。咁喺呢度呢，祝大家新年快樂啦！今年一開年呢，就事情就頗多嘅吓，但係都希望大家今年呢係會覺得平平安安。咁第一個禮拜呢，每個月第一禮拜我哋請嚟嘅呢係香港著名作家，亦都係我哋時事觀察嘅時事評論員余飛小姐嘅。係余飛，你好，早晨。大家好，聽唔聽到？係聽到，非常好。係好嘅吓。我哋今日呢，就我知道避唔開，一定要講嘅題目就係委內瑞拉嘅。咁亦都知道你都有長期關注拉丁美洲嘅狀況吓。咁亦都知道你對呢個每一次評論都係基於好紮實嘅一啲嘅資料啦吓，同埋一啲嘅實況嚟同我哋做分析嘅。今日我哋揀咗就話點解美國喺呢個時間出手？咁我將時間交俾你啦，好嘛？好啊。梁總客氣啦，我都聽咗你個直播講得好好。咁咧就咁咧就1月3號喺香港係星期六嚟㗎。我諗咧當時好多人都好震驚同埋震怒啊，非常之意外啊！就係點解會係發生啲咁嘅事？好啦，咁當我哋震驚同埋震怒之後，其實冷靜翻落嚟去睇咧。呢個其實喺30幾年前根本就係美國做過㗎，唔係未做過㗎。咁所以只不過可以話就係1980年代冇手機文化，手機文化真係一個好大嘅突破，佢令到啲事咧一下子咧全個世界全球都知道。咁所以咧就我其實1983年嗰陣就會同大家講翻咧，有圖俾大家睇下，加林納達Grenada 咧係被入侵過，美軍入侵啊，推翻佢嘅政府。然後1989年咧，捉羅列加咧，我唔知幾多同齡嘅人咧有印象。一聽到巴拿馬羅列加咧，大家就算唔知係咩回事，都知道係捉走咗人哋個總統去受審啊。嗱，好啦，咁咧我覺得咧，我今日會講分三部分去講嘅。第一部分咧就喺個歷史對照嗱，我哋震驚完之後，即本回頭睇翻下美國係咪第一次做呢啲事咧？唔係，只不過係當時1980年代做嗰陣時冇手機文化，我哋有好大部分嘅觀眾唔知道或者唔記得咗。咁即係話喺歷史嘅對照之中，我哋可以明白啲咩嘢？好啦，第二方面咧，我就想講下咧，就係南美洲個問題。我聽咗梁總嘅直播咧，你就講咗咧係劃地盤嘅問題。咁因為呢個係美國嘅後花園啊嘛，咁我覺得仲可以有一個角度補充翻嘅。咁第三個方面咧，就係我覺得我冇喺坊間見過人用呢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咁我喺回顧歷史之下有一啲啟發，咁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下。我覺得一定要多角度去睇呢件事嘅。咁我先講第一部分咧，就係話80年代其實美國做過噶啦。咁同時可以，我今日好多圖啊！我上次我話要試少啲圖啊嘛，但係我今次多咗，因為我想大家有啲實感啊。咁同時可以出圖1、圖2嘅。咁我照講唔關我知道你放緊噶啦。嗱，圖1咧就係格林納達。咁呢個名咧，我哋喺當時都好震驚嘅。佢係一個小島嚟嘅啫，佢就係喺委內瑞拉對開加勒比海嘅小島。呢個小島咧，只係得10幾萬人嘅啫。但係美國，你睇嗰圖，你感受下，就直接揮軍入去嗰笪地方，推翻佢嘅政府。點解啊？係因為佢哋嘅新嘅嗰個政權咧，係親蘇聯。咁而其實當時親古巴、親蘇聯係一樣噶啦。咁你第一張圖見到咧，就係有架坦克車指住槍，一班人跟住去行，嗰啲就係支援格林納達嘅古巴人啊。咁嗱，最關鍵反而係隔離咧嗰張，佢打完人推冧翻人哋嘅政府之後咧，佢就你見唔見到有張圖咧，就係咧 Communism 就係 Stop here， 咁咧就共產主義止於此啊，嚟到呢度就停噶啦。嗱，咁呢個就係1983年啦。咁所以你話未做過呢啲事，做過噶啦，只不過當時我哋唔知道，或者係或者係忘記咗啊。咁我自己嗰陣時我自己都係大成年人啦，咁對呢件事係非常之有印象，就係近似今日大家見到佢捉咗去人哋嘅國家，捉咗人哋個領導人，個驚訝係一樣嘅。咁嗱，俾大家睇下咧，當時1983年。
好啦，跟住咧就係1989年，佢去巴拿馬捉咗洛列加，咁咧捉洛列加呢個咧就比較多傳媒咧開始點翻出嚟，因為咁啱咁巧啊，都係1月3號嘅事。嗱，咁呢個日子個巧合究竟係真巧合，抑或係點咧？唔知道，但係起碼係年尾年頭咧，咁呢個係肯定年頭咧係有啲，我諗係刻意嘅，係特朗普刻意嘅。咁呢個洛列加咧點解係被捉咧？你我查翻新聞啦，當時嘅老布殊講嘅説話同今日特朗普講嘅完全一樣，又係話咧呢個人咧就傷害佢國家㗎，咁而且運毒啊，咁啊傷害人啊乜乜，咁我哋要替天行道啊，所以捉咗佢啊。咁只不過係今日特朗普講説話嘅口吻咧比較招積沙塵咧，你聽起嚟係特別反感嘅。但係你查翻新聞咧，其實佢講嘅內容同當時嘅老布殊講嘅完全一樣啊。咁當時亦都係喺嗰個年代嘅一種傳媒啦，咁就冇一種多元聲音，冇手機文化，咁亦都塑造到好似真係解決咗一個毒梟嘅一個領導人嘅咁嘅問題。嗱，其實咧羅列加個情況係點咧？就係佢最初根本就係 CIA 培養嘅人嚟㗎。其實薩達姆也好，拉登也好，全部最初都係美國培養出嚟嘅 CIA 培養嘅。咁就喺嗰度收下情報啊。咁咧就等美國知道拉丁美洲啊，同埋進出巴拿馬運河嘅情況咧，啲完全掌握在手中嘅。咁但係後嚟咧呢個人咧就唔知因為咩原因啦，咁咧就唔再親美，就親古巴。咁所以咧就令到美國就惱羞成怒，老布殊就終於真係派兵去捉佢。但係佢就唔係咁容易捉到嘅，佢係喺12月下旬嗰陣時已經揮軍入去噶啦。但係捉咗幾日，咁就去到1月3號，啱啱好就係馬杜羅被捕嘅嗰日咧，係同一日，咁咧就都被捉咗翻去，咁坐咗幾十年監。最後佢係減咗刑咧，就翻到去巴拿馬，係死於佢自己嘅鄉下，佢嘅原來嘅居處嘅。嗱，咁所以我想講就係話咧，其實我哋回顧翻歷史啊，美國唔係今日先咁做嘅，咁就係其實唔遠㗎，係30年前啫。但係因為傳媒嘅方式唔同，我哋唔知道或者唔記得啫。咁所以根本就唔需要數到好遠嘅，就50、60年代點樣用門羅主義，所以咧就要搞爛佢自己後花園。佢唔要一個強大嘅南美洲，唔單止係咁添啊。咁其實因為1970年代美國打過越戰啊嘛，咁令到嗰個年代咧係厭戰嘅。咁所以曾經有一個階段咧，南美洲係稍為咧就冇被美國軍事干擾得咁緊要，就係1970年代。咁但係咧就係到1980年代嘅時候咧，又再發生呢啲咁事。咁當時咧喺分析上邊咧，特登強調翻咧，美國又已經即係離開，能夠抽離翻啊，或者離開越戰陰影啊。所以當時打格林納達咧係一個好象徵性嘅，對美國嚟講係好象徵性嘅一件事。嗱，好啦，呢個就係歷史上邊嘅回顧，同埋想提大家，當時針對嘅係共產主義，針對嘅就係蘇聯。咁而今次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針對嘅當然唔係蘇聯啦，蘇聯已經解體咗，針對中國。咁但係中國都係屬於咧共產主義陣營嘅，咁所以呢個係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咁其實喺呢個歷史對照之下咧，我仲明白咗一個好關鍵嘅一個元素嘅。不過呢個我稍稍賣個關子，嗰陣先同大家講。好啦，咁咧就講完呢度之後咧，咁我就想講翻咧，點解特朗普咁介意南美洲俾中國插隻腳落去？嗱，咁我哋知道咧，我哋一般都會點出咗咧係一帶一路呢個概念，咁又係真嘅喎。咁我可以放圖3出嚟嘅，咁我順住講就得噶啦。咁圖3咧，我特登俾大家睇下咧，真係幾誇張噶。咁咧就係因為中國會幫巴西同埋秘魯咧建一條咧係兩洋鐵路，咁咧就係直情貫穿咗大西洋同埋太平洋。咁另外咧，呢個圖咧就係某媒體做嘅，做得幾好啊！咁就係佢分咗幾個三角形啊、圓形啦。咁人嗰個分別，只不過係嗰啲港口係中國已經係參與嘅。咁究竟咧係少於50% 股份，抑或多於50% 股份？嗱，咁你兩張圖拼埋嘅時候咧，對我唔係話咁樣係合理，但係咧美國會發現咧，中國喺拉丁美洲嘅投資啊，太快，同埋咧係比佢想象中係大啊！
咁因為委內瑞拉嗰度有600幾億嘅投資，呢個梁總已經講咗。但係其實喺成個拉丁美洲係多嘅。咁尤其是係巴西，其實未加入一帶一路嘅。咁但係巴西都有一個港口咧，係可以俾中國咧作軍事用途嘅。但係股份佔幾多咁解啫嘛？咁嗱，你睇下嗰啲股份多少唔計啦。咁你睇下嗰啲三角形同埋圓形咧，其實係頗多嘅。咁就呢個咧就係唔係話佢合理，但係呢個咧就係特朗普點解要出手嘅一個原因之一。嗱，呢個咧就係涉及到一帶一路嘅投資。但我仲想俾翻大家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南南合作。嗱，因為咧我哋而家最近呢幾年中國猛開一啲大會啊，我哋成日聽到一啲咧好大型嘅會議嘅字眼咧，但係其實唔知佢做啲乜嘅。咁但係形式喺度，咁就係其實背後就係具體運作啦。南南合作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嗱，咁跟住咧就俾大家望一望咧，就係接住落去嗰張係圖4啊。呢張圖4係好重要嘅，因為我成日喺度諗，我點樣令到大家明白南南合作係一個咩概念咧？因為我自己當時喺節目度解釋咧，都花咗好多筆墨。咁因為南南合作就係發展中國家，咁就相對於南南啊嘛，咁就同西方，即係東南西北啲字眼嚟嘅，同西方發達國家啱啱好係相對兩個唔同嘅概念，所以南南合作就係發展中國家可以發展起嚟咁嘅意思。嗱，呢個講法太過文縐縐，咁我揾到咧就係央視嘅一張圖咧，你就會見到個分別。嗱，佢呢個講得好清楚嘅，南南合作個原因點解叫南南咧？係因為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位於南半球或者係北半球嘅南部，咁所以叫做南南合作。咁嗱，你睇下個圖咧，好具象嘅，就係橙色嗰啲就係南南合作嘅國家。有冇留意？美國特朗普視為後花園嘅拉丁美洲係劃入咗呢個南南合作入邊。嗱，南南合作同中國冇關嘅，係1970年代佢哋自己呢啲國家咧有啲布宜諾斯艾利斯個協議之後，咁咧就大家喺貿易上邊咧互相係多啲優惠啊等等做下生意，又唔係好高調，但係一直存在。1970年代已經喺度噶啦。咁個問題咧就係咁可以去到圖5啦。咁圖5我特登俾大家睇下。咁咧就係最近2年嘅事，咁所以我俾大家睇翻剛才嗰個兩洋鐵路啦，亦都睇翻下嗰啲港口啊，全部都係最近呢幾年咧係發展得好急速嘅。咁而最關鍵就係2022嗱，本身咧中國喺最近呢2-3年介入得特別高調介入。咁咧就有中國有一個南南合作網，就直情報導相關信息，同埋如果辦啲會議咧，佢哋會登下啲記錄啊，登下大合照咁嘅。而更加關鍵係去到而家就叫舊年啦，其實幾個月前9月30號，請你留意係幾個月前咋，9月30號。咁咧，中國同聯合國係聯合一齊搞咗一個全球南南發展支持機制。咁咧直情喺聯合國有辦公室嘅咁去做嗱，咁即係話咧，你再諗翻下剛才咧央視嘅嗰個圖咧，個橙色嗰度佢就畫咗呢批嘅地方咧，就叫南南合作。咁你會明白喎，咁即係話其實唔單止係一帶一路呢個概念啊，其實南南合作更加係一個國際性嘅概念，而且佢本身存在，但係中國加持，咁所以咧呢個嘅重疊咧係更加重要嘅。咁嗱，佢亦都啟發咗我，就係話，其實中國表面上就係用一帶一路去經濟去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其實無可避免嘅，一定要超乎經濟嘅層面多一啲嘢嘅，因為你淨係靠出口係唔會有啲咩嘢嘅實質效果噶嘛。等於委內瑞拉咧，佢都要將部分咧變翻做係對當地嘅投資。舉個例，舉比亞迪啦。咁佢啲車賣咗過去之後咧，喺拉丁美洲佢都要設廠啊，因為設廠之後變咗就佢成本冇咗運費，同埋於是可以去南美洲國家更多。咁即係話佢出口貿易係一個數字，但係佢必然係要好似立體啲嘅，有其他嘅發展嘅。咁所以我哋就睇到嘅就係一帶一路，但係美國嘅眼中睇到嘅點知係一帶一路嗰個嘅個貿易問題，其實仲有一個政治概念，同埋更深層嘅一種經濟以至多元嘅立體嘅一個互動咧。呢個就係一個實質嘅問題啊！嗱，咁呢個咧就係我今日講嘅其中2個部分。咁可以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好，
好，休息一陣嚇，咁啊講得相當精彩嘅，咁我哋稍為休息翻嚟咧，再聽阿余飛嘅分析嚇。一支穿雲箭，千軍萬馬來相見。時事觀察集結號現場直播。好啦，今日我哋時事觀察集結號呢，係聲音 OK 係嘛？因為我唔係好聽到自己嘅聲。OK 好嘅，好啦，咁啊翻嚟時事觀察集結號呢，剛才咧阿余飛咧同我哋講到，即係呢個委內瑞拉事件嚇一啲嘅新嘅情況嘅分析嚇，咁我哋將時間繼續交俾余飛繼續落去啦。我啱啱睇到咧係 Rocky 啊，佢嘅留言啊就話咧，咁喺聯合國嘅外交人員都隨時被拉，應該要簽字喎。佢講得非常好啊。個問題就係話咧，唔單止係被拉啊，其實佢係好冇道理咁咧，唔俾一啲要去聯合國開會嘅人唔俾人入境啊。人哋又唔係去你嗰度，係去聯合國開會啫嘛。咁所以係唔合理嘅。但係呢個 Rocky 講得好好，問得好，我哋正要思考呢個問題，係咪咁容易？就係因為原因，大家都知㗎，就搬咗去第二度咧，係咪咁簡單咧？咁呢個就涉及到咧，我一陣總結嗰時都會講，即係百年變局嘅問題。我會喺呢個高度再睇翻今次嗰件事嘅，亦都等於係回答到阿 Rocky 呢個問題嘅。咁多謝你哋陪我哋做直播。嗱，咁咧我剛才今日講嘅咧，對於委內瑞拉馬杜羅被活捉啊，其實好唔合理嘅，同埋其實幾無恥嘅做法。係用軍事行動捉進嚟嘅總統去受審啊，佢一個罪名。好啦，咁我哋咧就係不斷咁去分析美國點解咁做，同埋美國譬如佢嘅陰謀係點，佢嘅策略係點。我哋講好多其實都係外部嘅一個觀察，係啱嘅呢個方向。好啦，咁咧我成日就喺度諗啦，睇完外部之後，可唔可以睇下內部咧？內望咧嘅意思即係話，就係我今日個題目所講嘅點解揀呢陣啊？咁就係呢樣嘢觸發我去諗咧，係咪可以內望嘅問題？咁佢更加上咧，我剛才講話，我喺回顧歷史嗰陣時咧，我留意到咧，佢當時打蘇聯就係1980年代嘅事啊嘛。咁1983年嘅蘇聯其實開始已經係弱嘅，因為當時佢不但只係俾美國咗佢，咁啊塊競賽啊軍事競賽嘥咗好多錢，更加咧就係佢打阿富汗。咁咧就79年打，點知係泥沼咁咧，拖咗好多年，傷咗個元氣。咁美國就喺格林納達喺嗰陣時去出兵，就係要推翻一個親蘇聯嘅政權。咁唔單止啊，1989年嘅時候捉羅列加，咁就佢係親古巴嘅，但係其實都一樣係蘇聯嘅問題啦。咁但係大家一聽1989就知道，其實嗰陣時嘅蘇聯已經瀕臨解體啊。意思即係話美國走出越戰陰影，敢去海外再發動戰爭打佢嘅對象蘇聯咧，係因為佢睇準咗蘇聯嗰陣時比較弱，咁其實後嚟已經係崩潰嘅。好啦，咁我當然我歷史唔會完全重複，但係佢啟發我就係諗點解美國係揀呢個時候去做一個咁嘅行動。我哋大家都知㗎，因為從外觀去睇，佢係要敲山震虎，佢要嚇其他國家唔好再搞一帶一路，同埋咧要阻止南南合作，呢個中國開始介入好深嘅一個概念。好啦，問題就係點解美國揀呢陣？2026年再拖後啲得唔得咧？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咧，佢睇準咗中國經濟最近呢幾年內需搞唔起，比較弱。嗱，咁咧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都留意咧快遞啊、外賣哥呢啲情況噶。我亦都有一集講過咧，汽車其實賣得好多，但係呢個利潤唔係咁大嘅。咁中國嘅內需呢幾年都刺激唔起咧，係一個客觀事實。我哋知道中國抗疫係2023年左右嘅事，因為2020抗疫咗2年幾3年。咁抗疫之後2023冇出現報復式嘅經濟反彈，不但止內需仲不斷下行。咁好啦，內需下行到咩程度咧？最近我哋知道有內卷呢個字，其實內卷係咩情況咧？如果內需係好嘅話，唔會有內卷嘅。內需講白啲嘅字眼就係賤物鬥窮人，咁所以其實咧係搞唔起嘅。
咁當然喺今年嘅中國一啲經濟會議上邊咧，對內需個積極性個字眼係積極咗嘅。咁我亦都相信咧，未來係會起碼係捉到谷底嘅。點解咧？我一陣先講。咁所以咧，我覺得美國就睇準咗中國嘅內部經濟唔掂，所以咁樣做。嗱，內需點解刺激唔起咧？我哋一般咧就係講啲人經濟儲蓄太多啊，唔肯使錢啊。中國有151萬億嘅儲蓄啊，唔係資產，係銀行嘅儲存啊。平均啊嚇，但係當然冇可能平均嘅，因為貧富有差距。咁就係平均每戶有10萬嘅積蓄等等啦。好啦，但係我睇到嘅係另一個角度，因為香港最近審緊恒大案嗱，好似係拆開咁，我同大家講一啲數字，咁我哋會明白一啲嘢嘅。咁嗱，我大家同時可以幫我出咧，就係跟住嘅圖6、圖7。咁嗱，咁我想同大家睇一睇。咁咧啲恒大究竟係一個咩回事咧？今晚唔會長講嘅，但係我起碼點出一啲關鍵概念，因為佢喺香港審啊。咁於是有啲數字，我就跟香港嘅司法系統咁嚟整理一下咧，有一個估算，真係估算嘅，因為清盤者啊，接手恒大清盤嘅人咧，都係喺度慢慢計緊數，而家未有實數嘅。嗱，咁同大家講下，咁我特登係熒光黃咗啲咧係人民幣。嗱，清盤人咧而家向香港司法系統咧，就向許家印、丁玉梅同埋佢嘅 CEO 姓夏嘅，就係申請啊去凍結佢哋60億美元，就係419億人民幣。呢筆錢啊，呢筆錢就係啲股息同埋酬金嚟嘅。因為我哋知恒大爆煲係大概2020年啊，但係中國出手得好遲，就係03年左右先出手嘅。咁佢哋喺期間咧爆咗煲咧，都不斷係派花紅俾自己啊。咁嗱，所以咧就呢啲係有得追嘅咧，咁就係即係追查個數字，唔係話追到筆錢啊。咁就係大概419億人民幣。我用人民幣，因為我一陣要講翻佢喺內地製造幾多嘅債務。嗱，419億，好啦，然後許家印自己咧，應該估計係有77億美元，538億人民幣，因為佢喺海外有資產、有私人飛機等等啊。咁啊，估計係呢樣嘢，但係據聞許家印唔合作啊，唔肯列個清單，咁就要你自己查。好啦，跟住佢嘅扮離婚嘅太太丁玉梅咧，咁簡單啫，咁咧就喺佢而家住喺倫敦啊。咁咧就都有2.8億美元，大概20億人民幣嘅資產，因為佢一去到就掃咗幾十個、30幾個倫敦嘅豪宅嘅。咁而咧許家印究竟有幾多仔女咧？而家就知道係2個男1個女，但係咧奇妙就係在於咧，丁玉梅係同另外2個未成年嘅冇講男女嘅人一齊居住，同埋佢嘅孫。咁而呢2個其實即係話係子女嘅。咁即係許家印而家係估計有5個子女，咁呢2個未成年嘅應該唔係丁玉梅婚生即係結婚生嘅，係應該係另外嘅，唔理佢咧呢啲嗱。但係咧就佢係咁樣，英國方面咧都有凍結佢嘅資金，但係俾佢用啊，因為佢打官司又成啦，係俾佢用嘅。咁好啦，然後呢個咧就姓夏嘅 CEO 咧仲離譜，咁咧佢有600億港元，大概係538億人民幣咧，俾香港係凍結咗佢嘅，唔俾佢用啊。咁佢申請上訴又係失敗。好啦，然後呢個人咧，佢嘅太太喺美國有幾千萬嘅資金同埋豪宅嗱。咁咧而家你請注意，恒大清盤即係集中喺許家印、丁玉梅同埋呢個 CEO，佢哋嘅啲子女剛才提嗰啲咧係未觸及嘅。即係話，而家好簡單咁同大家數一數條數咧，恒大佢係挖咗幾多錢走嗱？記住，清盤人要喺海外追，即係話呢筆錢全部去晒海外。就算當中有啲重疊嗱，唔重疊加埋咧，呢啲數字加埋咧就係1515億人民幣。咁如果咧打個零頭啦，我唔當佢其他要噶啦，都過1000億嗱。咁你想象下，單係恒大。佢用泡沫嘅方式，咁佢已經可以挖走成1000億嘅人民幣。好啦，我哋睇下一張圖咯。咁呢一個泡沫，佢造成一個爛攤係幾多錢嘅爛攤咧？係24000至6000億人民幣。其實2萬億已經係少啦，我唔想用呢個字，因為我等大家概念容易清楚啲。佢整走咗過千億，然後咧喺內地係留低咗
2萬幾億嘅債務。嗱，呢啲債務係咩嘢咧？但係好容易理解嘅就係爛尾樓咯。爛尾樓都70萬套，咁咧涉及到280個城市。咁唔單止係咁嘅，你可以想像到嘅，幫佢起屋嘅人，你唔好話大嘅嗰啲建築商啦，咁有啲中小型噶嘛，內部裝修嘅啦，啲商人、小商人乃至嗰啲工人都冇人工，有汗出冇糧出嘅。咁所以即係話佢谷大咗個泡沫，自己挖走咗過千億嘅人民幣去海外。嗱，注意喎，凡貪污嘅錢都想外逃嘅，因為外逃之後先安全啊。咁但係咧，呢班吸血者咧喺國內係造成咧2萬億嘅人民幣，幾多人係買咗樓係爛尾樓，付出咗好多畢生嘅積蓄，或者爭好多親友嘅債，就係咁樣嚟噶啦。嗱，咁咧就我仲嗱呢個咧就係恒大就係1000億嘅資金外流。嗱，咁跟住咧嗰啲咧就係你日日都會喺中國新聞嗰度見到嘅，咁可以圖8啊、圖9啊，咁可以出埋佢啦。嗱，圖8咧就係喺疫情完咗之後，我就已經留意到呢則新聞嘅，就係2023年一個私募基金嘅嗰啲嘅搞啲創投嗰啲啦，咁咧就係深圳嘅捲走咗12到15億人民幣，真係立走咗喎。咁然後咧，因為佢走嗰陣時留低嘅説話係懶有個性同埋懶戲劇性效果嘅，咁所以我對呢則新聞印象好深。佢就話我要走啦，你哋都走啦。佢就講得輕鬆啊。咁投資喺佢呢間公司嘅啲錢冇晒，而佢啲員工咧佢都係欠薪嘅。好啦，嗱呢個咧就係12到15億。咁你跟住就話隨便睇一睇，呢我真係隨便揾嘅咋，因為你上中國內地佢哋都唔隱瞞，天天都打貪，天天都有貪官嘅。而且唔止係官添啊，係各個層面啊，譬如啲融資公司啊、新華保險啊，任何地方你都會見到有人貪嘅。咁新華保險呢個咧就係貪咗一個人啫喎，1.08億加1.05億人民幣。好啦，嗱，咁咧我想講啲咩嘢咧？就係咧，我哋平日睇中國新聞，睇貪污係一個社會問題。咁同埋咧，都會好即係好安慰嘅就係打貪永遠在路上係好嘅，即係呢個都係個冇，起碼佢冇停手啊。但係問題係話，我唔否定呢件事，但係我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嘅話，如果打貪永遠在路上，亦都可以話等於係資金外逃永遠在路上。咁即係話你將佢放大嚟睇啊，咁呢啲人你即係話隨便數幾個都10億咁拎走，呢個就2億，仲有啲係10億嘅，我費事數費事咁多去數出嚟。我發覺最近個捉嘅嗰啲打貪嘅，唔理佢係高職位嘅低職位嗰啲都貪得好緊要嘅，已經唔係我哋印象中嗰啲幾千萬啦，幾千萬係小嘢嚟嘅，全部係過億嘅。咁所以嗰啲錢一定係外逃嘅。咁所以拆開講一筆就係香港多咗人嚟讀書，而電騙案都多咗收入，就係呢一班嚟香港讀書嘅人啊！你會奇怪點解一個19歲嘅人拎住幾千萬嚟香港讀書嘅，就係電騙呃咗啊！咁即係話你要明白，我試圖係將打貪呢樣嘢換一個經濟角度去睇，其實如果長期打貪，即係話長期存在資金外流。好啦，咁然後咧，我再用一個角度去套翻落去睇成個中國嘅內需嘅問題，就係話我哋淨係知道咧內需刺激唔起，係一個於是要用一啲經濟政策手段，譬如鼓勵舊換新，大家買下舊嘅電器啊、舊嘅車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有一種講法咧，就係話佢哋唔係唔肯使錢啊，係冇錢可以使啊。咁我哋初都唔會信嘅，即係亦都覺得咧慢慢咧係得嘅。但係因為我本來係睇開國情同埋國際時事噶嘛，我哋試下將一啲面向我哋平時係覺得佢係貪腐係國情版嘅一啲事嘅時候，你將佢連埋今次講嘅內需嗰度睇咧，你會明白到好多嘢嘅。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咧，中國嘅內需搞唔起咧，一來係我哋嘅儲蓄率比較高。其實就係話做大咗個餅，長期係有資金外流啊！咁淨係恒大都可以咁樣，然後佢挖走啲錢之後，佢留低係債務喎，其他都係咁樣嘅喎。咁等於嗰個創投公司佢捲走咗12億，但係
12至15億，但係佢留低嘅就係一筆債務嚟嘅喎，嗰啲人係冇咗錢嘅喎。嗱咁所以咧就我會覺得咧係種種嘅原因令到咧根本係03、04，包括05年嘅內需係唔會刺激得起咧，係有呢個原因。嗱，我仲想講一樣咧，就係大家如果有興趣咧，你一陣上網打如飛長頸鹿事件，咁咧就去聽翻我嗰集。因為咧我做節目之前咧，我都以為我長頸鹿事件咧係2023或者22年嘅事，唔係啊，原來係2024年嘅事啊。嗱，呢件係咩事咧？我從簡講幾句。咁咧就係2024年嘅2月農曆新年前。咁咧，我好有印象就係美國駐華大使館就發咗一啲係賀年嘅嗰啲貼啊，咁咧就跟住就發咗個貼咧係講大自然嘅保護長頸鹿咁樣樣嘅。咁但係當日咧，佢發咗長頸鹿嘅貼，即係美國駐華嘅微博發咗個貼之後咧，當日就係中國嘅 A 股跌咗好由2023年跌到2024年都冇起色之下。不但止上證嘅3000守唔到，仲跌到破咗2900、2800、2700、2600都掂一掂啊！咁啲股民咧就係入去係譬如係6尺高嘅，出到嚟係3尺高嘅啫。佢哋自己留言咁寫係俾人斬咗一半啊，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哋咧就走過去美國駐華領事館嗰度亂噏嘢，就話啦，即係唔唱好啊！佢哋就。明明呢隻係馬嚟嘅，邊個話係鹿啊？咁樣樣，長頸鹿入咗都俾佢斬一橛啊！咁樣樣，即係講埋晒啲咁嘅説話，咁咧就令到真係好誇張，係令到當日嘅呢個微博嘅註冊戶咧係以10萬係咁上啊！啲留言後嚟當然係會刪啦。嗱，我想講就係長頸鹿事件就係中國 A 股嘅網民跌到嗱，佢哋正常投資嘅喎，但係跌到怕晒。但係冇渠道，中國會撳低啲聲音，佢哋就走入咗美國駐華嗰個微博嗰度咧，猛咁講呢件事。咁我當時個心喺度諗咧，即係話成個中國嘅人民啊，其實已經係到底啦，頂唔順啦。咁我覺得 A 股以後會上嘅。我當時已經有咁嘅感覺，就係 A 股係已經係觸底，因為當啲人民已經頂唔順到要去外國嘅。領事館駐華領事館嘅微博嗰度發一種憤怒嘅話咧，中國係要處理嘅。咁果然咧，咁05年我哋會見到咧 A 股會上，咁同埋我做節目之前睇到高盛咧叫人2026年嘅時候買中國股票啊，話睇好佢會升啊。咁但係呢個好正常嘅，因為一個週期去到底之後咧，佢咪會上返咯。同埋睇準咗中國要借股市嚟到製造一個財富效應，刺激內需嘅。嗱，我講咁多咧，唔係特登岔開嘅，就係想話翻俾你聽咧，就係話因為我唔係一個單面去有件事就單面去睇佢嘅人，咁而我自己亦都好雜嘅，睇嘢睇到好雜啊。咁我將全部嘢加埋一齊嘅時候咧，當我哋見到咧一帶一路發展得好好喎，好到美國要阻止佢喎，但我同時見到中國喺內政上邊咧有好脆弱嗰一面，包括咗資金長期外流。A 股長期不振，於是一啲正常嘅投資咧就斬到一頸血本無歸。而中國嘅證監係未成熟嘅，好多上市公司上市完之後咧撈一筆錢，股東分晒之後就走，嗰個股票就變咗垃圾噶啦。咁嗱，類似等等嘅問題咧，我從呢啲旁觀去睇咧，根本係冇可能喺04同埋05年係搞得起內需嘅。06年我唔敢講，因為sorry 係24係。24同埋25年係冇可能搞得起內需嘅。26年咧就唔敢講，因為依家好明顯佢係要透過搞好個股市刺激翻嗰個財富效應啊。咁同埋嗰個樓啊，亦都試圖係放寬俾人買咧，就係令到佢可以起碼又係谷底咧，所有嘢都係谷底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就會覺得咧，1980年代美國係睇準咗蘇聯好弱，所以咧佢喺嗰個階段出手。令自己走出越戰嘅陰影，我唔係話佢啱，而係呢個係佢嘅策略。咁而家嘅特朗普咧，亦都我覺得我哋既喺外部觀察佢點解咁做，當然有佢原因，亦都喺內部上就係問佢點解揀呢個時間點啊。咁我就會總結出一個咁嘅道理咯。咁好啦，我應該仲有少少時間係咪？係，仲有4分鐘。好，4分鐘，非常好。咁咧，我就想咧講下啦，仲有我嗰啲圖開出埋嚟啊。除咗係即係中國其實內部除咗係嗰個打貪等於長期資金外流咧，開出埋圖10，我覺得好荒謬。圖10同11大家望下㗎，真人真事嚟㗎。
就係一個有錢佬喺中國嘅即係富豪，咁又係啲過百億身家咁嘅人啦。咁咧就喺美國已經生咗咧，已經咧就係生咗咧。佢自己話百幾個子女，但係佢嘅女朋友爆料就唔止係300個仔女，喺你美國喺你美國加州嘅。咁咧就有啲圖片咧係有啲圖片顯示有幾十個細路擁埋去叫爸爸嘅。嗱，咁我想講咧，即係當一個社會如果佢嘅財富嘅不均啊，到有一啲人係可以，佢又未必連唔正路喎，但係佢揦着某一個賺錢方法之後咧，佢可以暴利嘅。咁我覺得就會好古怪嘅行為都做咗出嚟㗎啦。咁然後咧，我想大家睇睇咧圖11，圖11可能好細，但係你哋留低之後咧，大家可以自己慢慢睇翻。因為我先前都唔係好信呢個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嘅，但後尾查咗之後咧，原來佢係國務院認證同埋喺民政處登記過嘅一個組織。嗱，請你留意啊，係呢個組織話2023年收入喺2000蚊以下嘅中國人有9.46億。咁起碼佢係提供個數字。咁我哋知道2020年李克強前總理就話過咧，中國有6億人係1000蚊以下啊嘛嘅收入。咁嗱，佢點樣定義嗰啲人就唔再講啦。但係意思俾大家睇下咧，貧富不均亦都係令到你淨係齋睇嗰個儲蓄量好高咧，不足以見到中國嘅問題嘅。咁我覺得中國咧係有虛弱嗰一面咧，係俾美國睇穿咗。但係佢知道可能未來呢幾年係走出谷底，咁佢而家出手咯。嗱，好啦，咁咧我自己想有一個3點嘅總結。咁咧我自己點睇咧？第一就係話咧，我成日強調就話內政治理絕對重要。其實我哋講貿易都講內外雙循環，其實其他道理都一樣啫嘛。內政治理十分重要，佢係影響對外嘅實力，佢唔係一個孤立嘅內部嘅問題嚟㗎。好啦，第二點想講就係話打貪。我哋當佢係一個社會新聞咁睇，但係你換一個角度嚟睇嘅時候咧，其實長期打貪，即係話長期存在資金外流。咁我諗炒貴晒美國某啲樓啊，或者加拿大某啲樓咧，係有啲原因嘅。咁咧，而咧內需不振、貧富不均呢啲概念全部相連嘅，佢唔係淨係一個社會問題，佢係一個經濟結構問題。咁內需搞唔起就係成為咗最近中國個弱點啊！好啦，第3點我想講就係話，如果我同意梁總喺直播嗰度講嘅，我其實係想有一個強大嘅中國嘅，因為世界係得美國獨大係唔好嘅。但問題就係話，中國如果唔認真處理內部問題，或者譬如喺聲音上面可以多元啲嘅話，喺香港就係咁樣樣。咁咧，其實佢想做到佢可能係好易嘅，但係做唔到佢想要個效果嘅，唔係話清一色之後咧，一切嘢就更加容易做嘅。咁如果中國唔係內外都強得起嚟嘅話咧，我想講最後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就係話，會影響百年變局嘅節奏。點解你見到中東、見到其他地方咁慘？譬如伊朗都打啦，你同伊朗發展我就打伊朗，點解夠膽咁做？就係佢睇到你呢幾年比較虛弱。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覺得最關鍵，就係佢會影響百年變局嘅節奏。咁我諗我今日匆匆忙忙咁咧，就係我對呢件事嘅另外一個角度嘅思考，同大家分享。好多謝晒余飛嚇，今日相當精彩，真係嚇，帶我哋去思考，即係委內瑞拉同中國呢一盤大棋啊嚇，即係美國下呢盤大棋嘅深層次嘅角度，亦都講得深入淺出。好多謝晒余飛嚇，我哋喺下個月再會。好，多謝大家收聽。以上節目發表嘅言論純屬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星島中文電台嘅立場。